我係黃浩光牧師。今日嘅經文係出埃及記第17章。喺上一章呢，當以色列人向摩西發怨言，摩西就話呢啲怨言呢唔係對佢發嘅，其實係向神發嘅。今次佢哋嚟到利非定，因為冇水飲啊，再一次呢發怨言，甚至嚴重到爭鬧嘅地步。所以摩西幫呢個地方起名叫做呢米利巴，就係爭鬧嘅意思。所以佢哋爭鬧到幾乎咧要用石頭打死摩西。基本上佢哋係對神不滿，將怒氣發洩喺摩西身上。所以嗰個地方又叫做咧瑪撒，意思就係試探。佢哋唔知道神仲係唔係同佢哋同在，因為冇水飲啦，就遷怒於神。其實當人冇水飲，可以求神俾水佢哋飲，但佢哋未問就發脾氣，未問就嬲神，未問就話神唔理佢哋。當佢哋指責摩西話帶佢哋出埃及係要佢哋渴死喺曠野，呢句話其實係鬧緊神。摩西呼求神，神就叫佢用杖擊打磐石出水。關於擊打磐石出水呢件事呢，保羅喺哥林多前書第10章有靈意嘅解釋。保羅話磐石係代表基督。磐石被擊打就好似基督被擊打，即係釘十字架，流出活水。水係維繫生命嘅必需品。因着基督為我哋而捨身，以致我哋得着生命。因着基督嘅犧牲，我哋可以飲生命嘅活水。當我哋接受基督我哋就有活水啦。喺信曠野同西乃山之間係利非定，係非常接近西乃山嘅。喺嗰度咧，亞瑪力人嚟同以色列人爭戰。喺呢一度咧，約書亞首次登場啦。日後我哋知道約書亞就係摩西嘅繼承人，所以今次約書亞係負責跟亞瑪力人爭戰。而打完仗之後咧，神要將亞瑪力人消滅。佢除咗要摩西寫低呢一個預言之外咧，仲要佢話俾約書亞知。可知咧，神亦都係揀選約書亞做繼承人啦。利非定並非亞瑪力人嘅土地，佢哋係從外面嘅地方嚟到利非定跟以色列人打仗嘅。今次呢場仗有一個特點，摩西幾時舉手，約書亞就打勝仗；摩西一垂低手咧，約書亞就輸啦。呢個亦都代表打屬靈爭戰嘅策略。約書亞係喺前線打仗，就好似一個基督徒喺前線傳福音、搶救靈魂。而呢場仗係需要背後有代禱嘅支持。摩西舉手，雖然聖經冇話佢祈禱，但舉手代表向神求助，因着舉手就有作戰嘅能力。所以一般人都認為舉手係代表祈禱，因着後方有人代禱，前方嘅人就可以打勝仗。而代禱係要有幾個人作為一個代禱團隊嘅。摩西一個人舉手係會攰嘅，佢需要亞倫同戶珥幫佢舉手。當前線有爭戰，後方就要不住咁樣代禱噶啦。呢章聖經最後一段咧，講到神要摩西寫書，所以摩西其中一個工作就係寫書。第二咧，以色列人打勝仗，摩西築一座壇敬拜神。呢個壇嘅名叫做耶和華尼西，意思係耶和華係我嘅升旗。大家留意第15節啲細字，話我要呢度咧特別強調嗰個我的兩個字。神係升旗，除咗係一個客觀事實之外咧，仲係主觀嘅經歷。神係我嘅升旗。弟兄姊妹，神嘅心意係要你得勝，要我哋得勝。神嘅升旗已經張起啦，但你必須有個人得勝嘅經驗，有主作為你嘅後盾，有弟兄姊妹嘅代禱，你必定得勝嘅。好，我哋祈禱，神啊，摩西、約書亞、亞倫等人遇見困難都得勝。但以色列人百姓呢，遇到困難就發怨言，就失敗。但摩西、約書亞得勝，係整個民族嘅得勝。求主興起教會，作個得勝嘅教會，奉耶穌基督嘅名祈禱，阿門。